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撒答，我係 Matina。主已復活第3節，探手見主，異運進山，開口認神，信心堅定。今日嚟到復活系列最後一節啦，主出現咗啦，證明咗啦，門徒信咗，但有位弟兄缺席咗現場嘅聚會，然後全組人話主返咗嚟，佢表示話唔該，我冇摸過，我唔信。佢就係著名嘅唔摸唔信嘅代表人物多馬啦。全團阿門，就淨係得你一個 say no。多馬卻對他們說：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，用指頭深入打釘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總不信。約翰福音20章25節。Imagine 你冇返小組，隔日嗰個同你講耶穌出現咗啦，你就話吓，啱啱我請咗假就出現，我冇摸過，我唔信。多馬唔係冇信心，只係想真憑實據。人哋係信咗但驚，佢係驚咗仲唔信。佢基本上就係話，除非主俾我驗身啦，否則我當你哋成班人玩整重遊戲。耶穌有冇嬲呢？係冇嘅，專登翻嚟一轉俾佢摸，然後對多馬說：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總要信。約翰福音20章27節。主冇話多馬，點解你咁難搞嘅？佢冇 delete 多馬出群組，冇 block 咗佢，冇 quiet mode，反而溫柔咁話：嚟啦，我俾你摸。Imagine 耶穌重出現，我唔介意你遲疑，我介意你唔揾我確認。神唔怕你問，佢係怕你問都唔問就放棄。多馬一摸，信心開晒鎖啊！我主，我神。多馬說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約翰福音20章28節。呢句唔係講氣，係信仰生命大轉變，由唔摸唔信變成一信到底。多馬之後仲為主去傳道，甚至傳到印度。據說宣道，一個被人笑唔信嘅人，變成堅信到死都唔反口嘅人。今日嘅你未必摸到，但可以選擇信。耶穌對他說：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。約翰福音20章29節。耶穌留咗一句俾未來嘅人，即係話你同我冇摸過嘅，但你信得穩，你哋就有福啦。信仰唔係冇腦相信，而係願意相信有根據、有證據、有神自己經歷。今日反思，你係唔信啦，定係未俾機會自己信呢？你會唔會同多馬一樣？我唔係反對啊，但我要真實。你信唔信？因為冇得摸，定係因為你仲未肯開咗個心呢？今日主問你，我俾晒證據你，你願唔願意相信呢？挑戰你今日返學約翰福音20章24到29節，一句你真心嘅禱告。主啊，我雖然未親眼見，但我願意信你嘅活着嘅主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問經撒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